係咪一打開手機嘅鏡頭就覺得渾身唔自在，唔知講咩好，甚至覺得自己嘅樣怪怪地？我完全明白，我以前都係咁噶。但係我想話你知，呢個絕對係正常噶。你知道嗎？觀眾想睇嘅呢，唔係一個完美無瑕嘅模特兒，而係一個真誠有溫度嘅專家朋友。你嘅專業、你嘅知識、你幫到人解決問題嘅能力，先係最有價值嘅內容。而樣子同拍攝技巧只係加分項。記住一個心法：內容為王，真誠至勝。你嘅價值遠超於你個樣喺鏡頭前面嘅幾分之幾。所以接落嚟，我會俾3個 tips 你。第一，角度，將手機咧係擺到喺微微高過眼上面，可以斜落嚟，叫做女神角度。二，眼睛望入去熒幕嘅上面嘅小鏡頭，等觀眾覺得你哋有交流。第三，善用 CapCut 嘅提示器，即係我哋嗰個叫廣告功能。咁咧係冇人會知道你睇緊個廣告嘅，而佢哋會覺得好親切。好啦，今日開始對住鏡頭練習，頭嘅時候講1分鐘，唔需要發布。咁啊，你其實開始咗已經贏咗90% 人㗎啦。我係 Jason， 你嘅 AI 培訓導師。下一集我會教你點樣用 CapCut 設定呢一個嘅廣告機，記得 follow 啊！